20246月昆戏湾文化活动，24号暗时进入活动的最高潮。今年配合喜秋万丰宫12档一间的烤石，原本一道5000块的风味料理餐，庙方嘛大力来赞助，民众只要3800块就用来领到，互原先预定100道，真紧就额满，庙方追加到120道。个营业吼，就是昆士湾的最后一场的迄个个风味餐啦吼，啊订的非常的踊跃啦，有120道，超过120个道的人。啊，咱这是因为限这场地关系，所以用120道来做的。啊，经也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哦，拢来参加这个昆士湾的活动啦。吼啊，大家感觉真有意义啦。啊，重点就是讲，阮大庙这边有补贴一丝啦，迄个个经费咯，所以就会当讲大家拢真踊跃来参加啦。为准备120道的料理，庙方聘请喜秋当地总铺师林嘉丽主厨，对一早起就开始无闲。今年准备10道的料理，拢是地方的特色，除了冷盘、白虾，另外还佫有都市西的手路菜、八宝丸，以及地方的特色土特鱼丁。第一个鸡仔的蚵仔酥啊，会使尝试看看，还不错，系啊，阮的土特鱼啊，是阮家的厂商提供的。嘿，袂歹，品质袂歹。82道的料理暗时6点40准时来开桌，包括市长黄伟哲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嘛拢到场来致意。看到满满的人潮，市长嘛表示活动办甲真成功。感谢大家会当来甲品尝咱的风味餐，这是有做有地方风味，而且咱办做一届吼，每一届比每一届拢较受欢迎。即摆吼。因为感谢咱万丰宫咱的主委蔡主委甲咱斗3工每一道安尼平均起来才3800块，每一道拢补助所以大家能尽情享用，对，超值 CP 值最高，超值的120桌的本来按算是100道，变到120道即马咱庙埕每年要150道安尼起来。除了澎湃的料理，另外主办单位还佫邀请音乐艺术的表演，互昆戏湾的活动会用讲一档比一档还佫盛大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